记得你的角色定位，一个靠怀孕上位、穷酸又无赖的拜金女。这个好聪明，是湖南的，一家都是小市民。你看他平时的样子，粗鲁又没有修养，跟迟墨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人。还有他的生活作风也有问题，三更半夜出入酒店，也不知道跟什么人混在一起。不说话，回去了。我刚才说的是事实啊！别理我。又怎么了？我是穷酸无赖的小女人，可就连穷酸无赖的小女人都知道，初次登门不能太失礼。我现在要去买条裙子，我陪你去。你别跟着我啊！我可不是为了你。这就是你所谓的穷人的尊严是吗？对，这就是我们穷人的骨气。你是不会懂的，迟大爷。欢迎光临 Forever New， 请问您需要什么？我想挑一条好看的裙子。小姐，您眼光真好。那我就要这个啦。好的。就这条吧。好的，请稍等一下。死抠门迟墨，有钱了不起啊！鲁迅先生说的真是没错，只是越有钱越是一毛不肯放松。无良资本家，死抠门迟墨。小姐，一共是4380块。什么？4000多？嗯。不是380吗？本店是高级女装专卖店。需要我帮忙吗？不要，我刷卡。谢谢惠顾。我一个月的工资。那个，如果尺码不合适的话，我过2天可不可以来退啊？哦，是可以的。穿着带标签的衣服不礼貌。小小。少爷，今天有客人来，已经吩咐下去了。好，少爷，里面请。少爷，夫人请郝小姐客厅里说话。什么意思？需要我回避是吧？记得我之前跟你说的，如果遇到不知道怎么回答的问题，就假装嗜睡，做怀孕初期的样子。你这么坑自己的亲妈，真的好吗？你好好表现，否则……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不就是个老太太吗？请。迟墨的妈妈长什么样呢？
一定很雍容华贵吧，否则也生不出迟墨那样的霸道总裁。但一定也很难缠，像韩剧里的那种。夫人，郝小姐到了。郝小姐是吧？坐吧。您好，迟伯母。看来面瘫这一点，迟墨也遗传到了。郝小姐，我就开门见山的说吧，你配不上我儿子。这么直接？你就开个价吧，要多少钱？不是，迟伯母，我想您误会了。你跟我儿子在一起不就是为了钱吗？你的情况我已经调查清楚了，说吧，要多少钱，你才肯离开我儿子？100万够不够？不够的话，500万，干脆1000万吧。从今以后，你要跟迟墨一刀两断。啊，这么多个零！啊，我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。不过迟伯母，您太看得起我了。我郝聪明从小穷到现在，早就习惯了。即便你给我这么多的钱，我也会把它捐给慈善机构，替您行善积德。我跟迟墨之间的爱情是无价的，不管您给我多少的钱，都无法动摇我跟他之间纯粹的爱情。郝小姐，郝小姐，夫人在等你，里边请。好。这就是迟墨的妈妈，跟脑补的完全不一样，这就是老太太中的奇葩啊！你好，你看我，迟夫人。我呢，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跳舞，但又不方便出门跟那些老头老太太一起跳，就在家里偶尔跳一跳。不好意思，让你见笑了。来来来，快请坐。来，请坐。吃葡萄。谢谢。我说墨儿最近怎么总不回家？原来是有女朋友了。有女朋友好啊。自从3年前他跟宝珠分手，就一直没见他再交过女朋友。为此啊，我都愁死了。这么接地气的老太太，看起来应该不是很难缠。好聪明，你真幸运。那个迟夫人，别那么客气，叫我伯母啊。伯母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郝聪明，伯母你叫我聪明就可以了。好聪明，名字啊挺有意思的。唉，可惜呀。怎么啦，伯母？可惜你这么好的一个孩子，我家墨儿却实在是不能跟你在一起。发生什么事了吗，伯母？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。我们迟家看起来是家大业大，墨儿在生意场上也是一帆风顺。其实，自从3年前他父亲过世之后，迟氏集团内部就不断的出现危机。以前还有宝珠和他的郑氏集团帮着迟氏渡过难关。如果宝珠她知道墨儿有了新的女朋友，估计郑氏也会对迟氏放手。到时候啊，压在墨儿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。果真跟那些豪门恩怨的网文里写的一样，有钱人的人生不自由，连结婚都不能随自己的心愿。聪明啊，我知道
你是个好孩子。我也很希望看到莫尔能跟你在一起，毕竟莫尔他是真心喜欢你。但莫尔身上有池氏的担子，关系到所有池氏员工的生计问题。你说该怎么办呢？放心吧，伯母，其实我跟陈默有孩子在那边。难不成他在装孕吐？哼，就这演技，50块钱一个盒饭，打发了。好过来了。我见到那个叫郝聪明的了。怎么样，还满意吗？她是我女朋友，也是你未来的儿媳妇儿。还有，我已经把她肚子搞大了。你以为随便找个临时演员来演场戏就对付得了你妈了？让她回去再练几年演技吧。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，你应该继续跟宝珠在一起。我说了很多次了，我跟她没有任何感情，我不想再跟她纠缠下去。郑氏和池氏之间的利益关系，你不是不清楚。你要是不处理好跟宝珠之间的关系，整个池氏都会被你给拖垮的。回头把那个郝聪明给打发了，去找宝珠。我做不到。你们2个没事吧？没事。莫尔好久没回来看我了，我们有很多话要聊。不好意思啊，今天不能留你吃饭了，找人把她送回去。可是我还没……请吧。我还没吃饭呢。我的包。